德国伫礼拜有人乌白举刀啊，乌白共台，造成3个人死亡。当局宣布要加强力头压制恐怖主义，甲非法移民遣送出境。另外，政府嘛要严格来管制刀啊，包括伫咧节日啊、运动比赛、展览即寡公共场所，坐巴士、坐火车拢袂使炸刀啊。 幸亏对受难者致哀，德国总理肖兹前往西部城市树林宫，为顶礼拜发生造成3个人死亡、8人受伤举刀攻击的事件来表达爱意。因为主要的嫌犯是一位要互赶出境26岁叙利亚的难民，和德国政府决定加速遣送无合资格移民出境。Wir werden alles dafür tun müssen, dass diejenigen, die hier in Deutschland nicht bleiben können und dürfen, auch zurückgeführt und abgeschoben werden. 伊斯兰国 IS 讲对这场恐怖攻击负责任。德国政府是伫东部2个邦举行选举的前3天，宣布一项安全计划，除了加速遣返无合资格移民，佮互执法人员佮较侪权限来打击恐怖主义。另外，进一步扩大公共场所炸刀的禁令，包含节日、运动比赛、展览，佮有长途的巴士、甲火车拢袂当炸刀啊。Aber wir werden den Umgang mit Messern im öffentlichen Raum weiter einschränken, um eben den Schutz vor Messerangriffen zu erhöhen. Und das halte ich auch für sehr, sehr wichtig. Wir werden ein generelles Umgangsverbot für Springmesser einführen. 2万人客入去英国伦敦温布利球场，要欣赏流行歌星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连续8场的演唱会顺利结束，打破传奇天王 Michael Jackson 的纪录。不过，原底8月初要伫奥地利举办演唱会，却因为传出恐怖攻击的威胁，予取消。即马美国中情局 CIA 表示，因对奥地利当局示警，成功破解恐怖攻击的计划，也抓到3位嫌犯。嫌犯是受到伊斯兰国 IS 极端思想的影响。CIA 佮指出，嫌犯原底按算伫演唱会发动恐怖攻击，造成大量的死伤。不过无讲是安怎知影这个阴谋的。估计原底有20万人要去 Taylor Swift 伫维也纳的3场演唱会。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